主后2023年6月18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先咱来听圣经撒母耳记上卷24章第1节到第7节。扫罗对日非利士人倒来的时，有人甲伊讲，大卫踮伫阮基地的旷野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中带特选的兵3000，去野山羊山岩遐找大卫甲军队伊的人。扫罗来到路边羊巢附近的山洞，入去要大便。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密伫洞内较深的所在。军队大卫的人对伊讲：上主捌甲你讲，我要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，你通照家己的意思对待伊。等机会来啦，大卫就恬恬仔爬去割扫罗外衫的衫具。后来，大卫因为割扫罗的衫具心内不安，对军队伊的人讲：伊是上主所抹油的王，我绝对毋敢对我的主人，就是上主所抹油的，做即款代志伤害伊。大卫用这话阻挡军队伊的人，不准因攻击扫罗。扫罗爬起来，对洞内出去，继续行伊的路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俗语咧讲，有样看样，无样家己想。样有好样，也有歹样。学着好样，还是学着歹样，人生的结局，也是讲做人做事的方式，就会差真济。若是无样家己想，就是家己伫无咧通看、通参考的时，家己爱会晓变化活用。这就是教育甲传承的方法甲目的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个大家看因新妇，逐摆伫咧煎鱼仔的时，拢甲鱼仔尾先撩掉。有一摆，大家问伊的新妇，哪会安尼做？新妇应讲：我看阮阿母逐摆也拢是安尼咧煎鱼仔。后来新妇转去问因阿母，因阿母讲：咱兜刀鼎较细。鱼仔尾先甲剁掉，安尼要煎较好煎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即马AI 人工智慧的议题非常的流行。伫顶礼拜有一个网络消息讲，德国有一间教会实验，用 AI 合成一个虚拟的牧师人头像。甲4个虚拟的服侍同工，做伙主持一场虚拟的礼拜。当然，讲道也是 AI 找资料合成的讲道片。礼拜后有袂少人在讨论教会要安怎面对即种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。当然，科技愈来愈强大。这是进步的好代志，咱毋免惊吓，也毋免排斥。安怎学习活用，自然会当改善伫咱的生活，甲工作，甚至教会服侍的工作的效率甲品质也通对地提升。伫今仔日咱看圣经的范围是撒母耳上卷23章到24章，这主要是咧讲大卫伫要成做以色列王以前，王者之路磨练甲训练。伫顶礼拜有讲到扫罗，扫罗通成做
代笔做王合适的模样。当然，即中间有好的模样，也有袂少是歹的模样。总是代笔伊家己搁较济是需要家己来想，伊要安怎正做新的模样。大先咱来看分段，第一小段23章第19、13节，代笔拯救伊吉拉城。代笔听讲非利士人攻击犹大的伊吉拉城，这城离早前代笔所灭的亚杜兰洞真近，是伫非利士人的边界。代笔当初时收留大约600个军队伊的人，总是这些人并毋是正规军，大多数也无受过军事训练，而且因手头也无啥物较像样的这个武器，所以代笔提议讲要去救伊吉拉城的时，因对代笔讲：咱伫犹大地区都惊非利士人，何况去伊拉拍因的军队。总是代笔求问上帝，上帝讲：通去拍因，会当拍败非利士人。当扫罗王知影代笔解救伊吉拉城的时，算话扫罗出兵要去围打代笔，捕杀代笔。代笔就求问上帝，上帝甲伊讲：扫罗一定会落来，要掠伊，而且伊吉拉城的人也会出卖伊。因安尼，代笔就带伊的部队离开伊吉拉城，继续逃亡。扫罗也因为代笔已经离开，就无出兵伊吉拉。第二小段是23章14、19、29节，代笔灭离犹大旷野，消灭扫罗。犹大地区的旷野是一片真大片的所在，通分做几个区域。顶礼拜讲，代笔听先知迦得的建议，离开摩押，去住伫犹大的哈列树林。哈列伫西弗旷野的山区，代笔灭离遐。扫罗的囝约拿单来见代笔，鼓励伊着信靠上帝的保护，双方再次结盟。毋过，西弗人反转，有人走去甲扫罗通风报信，因也愿意协助扫罗追捕代笔。代笔就搁换徙去伫马粪的旷野的阿拉巴。扫罗差一撮伫遐，就掠着代笔。总是扫罗接到紧急的军令，讲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的国境，扫罗就暂时倒转去对抗非利士人，无搁追入代笔。了后，代笔换去灭伫阮基地的要塞。第三小段是代笔第一遍无刣扫罗，24章1到22节。扫罗伫对入非利士人倒来了后，个人甲伊报消息讲，代笔逃避伫阮基地的旷野。即回扫罗亲自带3000名的精选的兵来要围杀代笔。总是真拄好，扫罗入去一个山洞大便的时，代笔也拄好灭伫迄个洞较深的所在。原底军队代笔的人劝伊趁即个好机会，将扫罗暗杀掉。毋过代笔只有割扫罗的外衫3句，并无害扫罗的性命。佮对军队伊的人讲，伊是上主所抹油的人，我绝对毋敢对我的主人，就是上主所抹油的
做即款代志伤害伊。达比伫扫罗离开后，甲扫罗讲，伊袂出手害伊。扫罗听了后真受感动，甚至出声大哭。扫罗感激达比用好报歹，无杀伊的性命，放伊活命。扫罗也承认达比将来一定会做王，统治以色列。扫罗只有求达比将来袂当消灭伊的后代，撤销伊家族的名。就安尼，扫罗就暂时收兵，双方各自转去家己的所在。撒母耳上悬23章到24章，对咱有甚物教示？头前讲到着王者风范，就是爱有人心护德。达比听到伊吉拉城互非利士人围攻抢夺因的五谷场的时，就紧急派手下去解救。伊并无想讲这是扫罗王的代志，也无想讲家己迄段当时还伫走路，而且伊的手下只是一阵亡命之徒，也无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，甲有完整的兵器。出战失败的风险是非常的大。达比一心一意掠上帝子民安危最要紧。若是扫罗王若无掠家己的子民受敌人的攻击、抢地、受苦受难，做第一要务去救援，反倒转敢若想讲要赶紧甲达比掠掉咧，杀达比，做伊行军出兵首要的工作，这实在是真冷血。搁达比虽然知影伊吉拉城的人袂治阮督报，反倒转会甲伊出卖互扫罗，实在是真行逆。总是达比也无报复，也无抢因的物做补偿，反倒转体谅因的苦衷，和平离开这个城。这实在是真正人心护德，是一个好的王者风范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咱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伊伫受定伫十字架顶的时，检视甲天父上帝祈祷讲：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毋知因在做甚物。使徒保罗也甲咱讲：恁虽然有几万个拥有教导的人，伫甲恁捌基督，毋过老爸只有一个。通过福音，我伫基督耶稣诚做恁的老爸，所以我劝恁着学我。也就是讲，咱通学习达比有做王者迄款仁慈宽厚的风范。咱通学习咱的主耶稣，伊有广阔的法堂，咱也通学习保罗有迄款做信仰老爸的担当。第二，信靠上帝，人的人生免过头的期待，总是也免想过头失望。咱读着达比走过来走过去，毋管伊走到倒，拢有人做报马仔去甲扫罗通知报告，也是因也愿意诚做带路鬼来斗出来报路掠达比。基拉城的人冷酷无情，扫罗无来救因，是达比来救因的。因反倒要将达比卖互扫罗。这人也拢是甲达比共支族，拢是犹太人。达比灭伫犹太支族的境内，想讲迄会较安全，是甲伊共支族的人。毋过实际上，
伫遐也危机重重。只有代表换贴兼始终诶好朋友约拿丹，对伊讲诶话也是上实在佮上界重要诶。伊甲你鼓励叫伊着爱信靠上帝诶保护。伫圣诗128首第1节，遮讲我有至好朋友耶稣属我，伊会互我得救，耶稣属我。世间快乐紧摕，朋友交陪快逝，地主永无后悔，耶稣属我。世间快乐会紧摕，朋友交陪也会快逝，毋过咱也免对人生伤过头寄望期待伤大，嘛免因为人生的恶劣伤过头失望。这是人生，咱有永远至好的朋友，上帝对人也无完全会失望。较要紧，咱爱会晓信靠上帝，仰望上帝。第三，用好报歹，尽量化敌为友。代表用好报歹，并无趁扫罗伫咧方便的时阵真无方便，就对伊出手杀伊。因为安尼，扫罗感动甲大声啼哭。扫罗讲：今仔日你的所做表明你用好对待我，因为上主有将我交伫你的手，毋过你无甲我杀死。人若找到伊的对敌，减会放伊走。愿上主因为今仔日你对我的所做用好报你。上主将台也是放扫罗的决定权交互大卫。大卫因为敬畏上帝，也尊敬扫罗是上帝所抹油竞选的王，放扫罗活命。因为安尼，扫罗也暂时放大卫活路。若无，其实伫迄时阵，扫罗若要执意要杀大卫，大卫伫迄个时阵，伊也无逃命的机会。箴言10章第7节讲：人的所做，若互上帝欢喜，上主会互对敌甲伊和好。用好报歹，是毋是会当化敌为友？这无一定。总是重要的是，咱若用好报歹，这是上帝所欢喜的，也表明咱的生命是比对敌搁较自由、搁较开阔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献上基督感谢，阮伫今仔日所看、所读、所听的圣经的教示，阮知大卫伫落难的中间走过来走过去，米来米去，拢无真安全，甚至有人咧出卖伊。到落尾当扫罗伫要拄着伊的时阵，大卫有机会通来杀扫罗，伊也无安尼做，放伊一条的活路。也伫遐讲家己是一个卑微的人。阮也看见大卫的这个仁慈宽厚，伊是会当成做一个伟大的君王，确实是有水的生命的见证。求主你也看顾帮赞，伫阮人生拄着人迫害困毒的中间，阮犹原通学习主耶稣迄种赦免迄种的仁慈，也看见
保留迄种做老爸的心怀，甲代笔即款宽容的心，阮也相信，阮的一生、阮的生命，阮的一切是伫主你的手，当阮交托伫上帝的带领，你也要引带伫阮的人生。阮献上极乐感谢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